空最风台的暴风圈半径是自30年以来上快。台东的沿海透大风落大雨，也地属富冈渔港的大涌加到过路站楼遐尼悬。来到台东富冈渔港，空最风台带来超过10级的强风，岸边的海涌毛本啊站楼悬，已经超过暴风。 即马记者所徛的位置是伫台东的富冈渔港，会知影会当感受到这个风甲雨拢非常大，上大的阵风会当来到12到13级。看到这镜头边仔的这乌多摆呢，正因为风伤大，拢吹到东倒西歪。镜头搁向这个海边来看咧，这港口内底啊，海水规个拢涨起来。另外咧，这涌嘛非常大，拢会撼过这暴风。 空最风台的中心已经对台东登陆，沿海的风雨已经变甲愈来愈强，有的大涌甚至超过10公尺悬。记者徛伫咧渔港内底采访，一阵一阵的强风，甚甲人拢徛袂知。因那渔港内底停满大大细细渔船，大只拢用绳啊绑条条。沿台11线往北边行，海边啊空旷，透大风落大雨，能见度变真歹。路边的树啊嘛动动海。来到起好一直拢无启用的美丽湾度假村，嘛明显感受到风雨变较强。 上大的阵风有13级，威力真惊人。记者所徛位置是美丽湾的度假村，咱看到这个风台越来越接近，这暴风雨规个已经是大理这在海，这个风势已经非常大，连车拢无啥会调。路里拢无看人，无看车，民众拢乖乖住厝，讲强风透规暝，互人唔敢出门。哇，好强哦，这个蛮强的呢。有时候好像都没有看到路呢。 都看不到路哦。看起来都蛮大哦。啊，应该也是不敢出门啦哈。不敢。因应强烈风台控制，台11线路边的加油站前一暝就已经关起来，佮特别有封锁线，无爱互人车入去。所有的机台设备嘛拢包起来，就是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届风台考验。记者林静伟、陈宏杰 SNG 小组伫台东的报道。